这个范围就非常广泛了。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这就是针对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光秀山台中法莲教辅学会之创立，传承依循13祖判官法师颠罗敬奋、信愿念佛之德趣。特增老师上进下方老和尚，其弟子上部下广护持之弘法道场。本会奉训：一、讲经弘法，净化人心；二、持名念佛，当生成就；三、兴办文化慈善佛事，以立道德，和善风俗。古德云：不染圣教衰，不染众生苦之理念。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沉云观音之圣地。愿景续建如佛讲堂、长照中心、有机农场等，引导大家修心养性，内如佛，外而儒之修学方向，引导上帝。未来还有个我有众苦，但受诸乐之圆满归去之净业养成圣地。寿山台中法莲教辅学会至诚敬邀十方坛月大德，踊跃欢修护持，福慧双修，共同完成千秋盛举，功不唐捐。洽询电话04-2291-3567，护持账号邮政化州账号2270-3000。思无数生死，似无数苦，你朝朝暮暮。天下所爱皆苦，只多至少心就死。日月潭，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我心在乎，因为你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卵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对西方要有绝对的信心，对深西方要觉得一定可以去。你一定要抱着这一种心来修这个净土法门。那你有这一种念头在修净土法门的时候看所有的书都是助缘，都可以帮助你在这一条路上你会走得更踏实。那如果我们对求生西方的这种志愿不坚固，你看了一堆它反而会妨碍你求生西方的那种坚固之心会动。我们知道很多的修念佛法门的人他一开始也是很认真在修了，修到一半很多人都跑去就持咒啦、学密啦然后有的就学参禅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心不坚固，然后对净土法门对修行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说修念佛法门是要摄心念佛了，不知道要领那个要领没有抓住了，所以他在修行的过程他一直觉得说念佛好像不得力，他一直觉得不得力其实就是没有摄心念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修行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即功夫进一分习气越少，那当然是我们修行的功夫就增长了。有修行阅历习气愈发者有的人他越修行，他的那个习气就一直起来一直发起来，就烦恼心就一直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乃只知依四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了。四相修持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嘛，那大家在念佛，就嘴巴一直念一直念那个心都没有收回来好像有一个祖师他在讲说喊破喉咙也徒然了，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嘴巴一直念一直念，心就一直在外面，都没有把心收回来这个就是依四相在修，就表面上看起来很用功那样，拿个念珠那样一直掐一直掐嘴巴一直动可是那个心他没有在佛号上，那个心是在外面的是在外面，是烦恼心烦恼心在用功，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就心一直在外面的。那怎么办呢？那印光大师讲了当于平时欲为提防这我们在学佛的平时你就很注意，那很注意说这个心不要让它乱跑则欲尽逢源，自可不发，
就时常要注意心收回来这样子。那碰到境界啊，或者是说有什么因缘那我们心才不会随着外面境界跟因缘跑在那边转倘平时是得我此身心全属幻妄，求一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假使我们平时能够了解我们这个身体跟我们这一念心，它都是属于幻跟妄那求一我之实体或者是实性了不可得。实性的意思实性的意思就是真如的别名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真如实相。诸法自性它是清净的，它是清净平等，非有非无我们像广欽老和尚广欽老和尚他修行到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就讲说无来无去无事来意就讲无来无去无代志不动，心不动没有一个说我要去哪里，一个去一个来，没有，心不动，那个就是求一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那既无有我，何有因缘因人而生烦恼之事就我，这个我就是我刚讲的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怎么会有说因境界或者是因人而生烦恼之事我们现在都是把我们这个我当成是真实的我，所以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我，就有一个真实的别人了。那我们会对别人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会起心动念，就无明烦恼就起来了。好像别人讲一句话我听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就在那边搅烦恼那如果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没有说什么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就没有了，这是在根本上下手了。所以印光大师他讲说，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虽然是这样子讲可是很多人他还是没办法。那没办法怎么办呢？就印光大师他讲说，如不能地了我空如果你对这个五蕴皆空这个四大假合之身你这个还是没办法没办法看空那怎么办？当依如来所示五停心观而为对治印光大师他举例说五停心来对治，这是5种方法来对治我们这一念心。那第一个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不净观就是观我们在念这个身体对身体的贪着这个贪欲。那好像我们男众男众对女众，女众对男众这一种色欲我们就举例这个色欲。那不净观就关照我们这一个身体它是皮包，外面是一个皮嘛，包起来，里面就是有血有水有汗肚子里面就是有尿有屎然后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我们所有的孔流出来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这样子关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身体是很脏的也没有什么好贪求的了。那自然对这一种男女之色欲，你慢慢的就会看淡，到最后就没有。这个是对治方法，就多贪众生不净观修这个不净观，观身体的不净
那关到最后就是人死了之后，那就我们去助念呢，大家也都有经验了。你去助念呢，你会发现说，这个亡者几个钟头以后啊，他旁边就有那个小飞蚊呢，小小只那个众生就来了。为什么会来？因为如果往生的人他往生之后，那个开始坏了，身体开始坏掉，然后产生的那一种污浊的东西，那众生就来了。那时间一久那个肉就烂掉了，就会长虫，到最后虫就把这个肉全部吃光光，都腐烂都吃光光，就剩骨头。那修行它这个不净观是这样子关照了。那你关照这样的时候你对这个身体就不会贪爱了，不会贪爱就对治法。那多嗔众生慈悲观，嗔恨心重的人要修慈悲观。很多人他这个嗔恨心很重就看到有什么不如意的他那个心就起来了，马上就嗔恨心。那当然我们在修行比较不会说动口了。那世间人他有时候嗔恨心起来，嘴巴就开始念了那一直讲。那当然了，那个嘴巴讲的都是损福报的话了就损己，然后对别人也没有好处，然后大家听了就跟着起烦恼所以那我们这个怎么办嗔恨心重的要修慈悲观要长养慈悲心长养慈悲心。那我们看所有的众生都将来他都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平时对人我们在看人要跟看佛一样不要把别人都当成好像不好的人这样子。那我们也不要常去听这种不好的话了那会修行的人祖师大德他教我们修行就是说，会修行的人逆境都是增上缘的。那不会修的他就被逆境打败，这一句话就把你打败了，你就受不了了，就没办法修了那真的会修的人呢，他会感谢这一些逆境，因为这个可以成就他来修这个忍辱那忍辱圆满的时候就解脱了所以我们在戒经里面他讲说忍之为德，持戒苦恨所不能及。修忍辱这个是多嗔众生慈悲观那多散众生属习观，就散乱的意思。我们心散乱怎么办？好像我们打坐我们现在是修念佛嘛坐下来就是开始专注在佛号。那这个数息它也是一种对治散乱的方法。数息就是数1、2、3、4、5、6、7、8、9、10那数息观它是比如说吐气。我们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呼吸是会比较慢的不是像我们平时说呼吸这么快，它很慢。吸气不要数比如说吸气的时候不要数，吸进来慢慢的吐出去的时候就数1、2、3、4、5、6、7、8、9、10，刚好吐完，再吸进来，再1、2、3，就这样吐出去，那个气就慢慢的把它吐出去。那你这样子几次？我们这样子吸吐几次之后你心就不会散乱了。大家可以试看看，坐下来之后调
先做好嘛，然后调息，先把呼吸调均匀，吸吐开始1、2、3、4、5、6、7、8、9、10，但是慢慢数了，那个气就慢慢吐，然后几次你就静下来了，心就不会散乱了。这是对治散乱的一个方法。好，然后吐气，好，那或者是说我吸气的时候数，吐气不数。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三世诸佛隐现中。我身隐现诸佛前，头面皆足归命礼。大慈山万源寺坐落苗栗县造桥乡，这里民风淳朴，环境优雅，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今天是万源寺举办全国大潮山的大日子，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虔诚信众，扶老携幼，全家总动员，人人以稀有难遇的欢喜心，一大早从各地搭乘潮山游览专车，一心一意远道而来，齐聚万源寺来参加这一次的潮山盛会。在义工菩萨的引导下，完成报到手续之后，在潮山起点处，大家排好队伍，沉静地准备潮山。所谓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大众以至诚恭敬的心，三步一拜，庄严整齐的队伍，人人至诚恳切称颂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礼拜前进，神情是如此专注安定，自求解脱的坚定之心，令人动容。瞧，这群小朋友是谁家小孩呢？真是太有善根了，就连坐着婴儿车也不放弃这次殊胜的潮山因缘，真是令人赞叹。越跪拜，心地越清净，越清凉；再跪拜，内心更谦卑，更光明。由山下到山上，步步踏实，念念佛名，至诚恳切礼拜，只为祈求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加倍，世界和平，天下无灾无难，国泰民安，社会祥和。也扬起在场每位佛弟子，业障消除，身心吉祥，道业增进，行菩萨道，广度群生，圆满菩提。千人潮山队伍分批次朝拜圆满，在义工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排好队伍，静心念佛，准备进入大殿回向。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大家长跪合掌，在法师的带领下，忏悔过去无知所造的种种恶业，并发愿从今天开始，永不再造恶，将积极广修善法，像地藏菩萨一样，利益众人，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愿以此朝山功德，同证无上菩提。大殿内诸多信众聆听住持和尚智凯法师开示，当下涌现无尽的感动与感恩。感动法音如醍醐灌顶，禅悦法喜。感恩正法注释，大众有幸亲闻。由于潮山人数众多，山上规划斋堂为第2回向区，由当家师弘立法师带领大家回向，并聆听法师开示。山上目前正在建事之中，回向结束后，菩萨们不忘做功德、修福报，用行动来护持三宝，让正法久住。朝完山歇一会儿，喝一口发心义工们所准备的各式茶水，顿时身心舒畅。走下阶梯，两旁的竹叶飘逸，和风徐徐，多么清凉自在。在园游区发心的义工们正忙着准备佳肴供养大众，大家鱼贯排龙，一一享用各式的素斋，细细的咀嚼品尝，感受来自全国各地发心义工们为成就大家来朝山的爱心。冰凉消暑的水果消去了心中的热闹无明，顿时身心舒畅愉快。这是一场可口温馨的素食飨宴，吃出爱心，吃出健康，更吃出智慧。由全国各地发心菩萨免费提供的素斋，跟大家结缘，由用斋中体会未曾得到先结人缘的法益。全国各地的发心菩萨们，谢谢你们的发心，让大家享受了一餐丰盛的佳肴。最后，发心菩萨来一张大合照，我们也要谢谢你们来朝山哦，让我们结下了同生西方之缘。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弟子虔诚在此许愿点灯，祈求菩萨加倍我们业障消除，智慧增长，充满爱心。大悲咒水洗涤尘垢，健康身心。文庄生，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愿成佛度众生，大家踊跃的敲击铜钟，只愿将来人人可以成就佛道，广度众生。18大阿罗汉随佛应化世间，弟子诚敬的一一供养，广植福田。看这么小的小朋友也要来供养罗汉，修大福报哦。愿今天供养圣真的功德，能脱离六道轮回之苦，成就涅槃极尽之乐。建市义卖区所有的物品，是全省莲友把家中压箱宝拿来义卖，
或是客家米食、点心、自制的手工艺品、香皂、香环，乃至自家出产的产品，琳琅满目，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尽有。所有潮汕的莲友，不管大人小孩，大家发心，人手一份。这些所有的义卖所得，将作为万元式的建市基金。这是一个欢喜的一天，大家集合准备要回家了。感恩法师与所有的义工菩萨们的付出，每个人是这么的祥和、安宁、欢喜、恭敬。谢谢在大太阳底下辛勤的指挥交通义工菩萨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今天的潮汕活动得以通行顺畅。车子一步一步的由停车场开抵达山门口，潮汕的人群由领队带领下步出山门，大家带着欢喜与满满的祝福，准备搭车离去，带着佛菩萨的加持与法师们的祝福归程，并期待下一次殊胜的相会。这是一个感恩的一天，祝福所有参与潮汕盛会的所有发心义工及潮汕莲友们，大家同生西方，共成佛道。本是为培育生财，接引众生，申请核准变更为合法寺庙用地。因此普济群生之法缘周隆，特规划新建主修净土之十方丛林道场，敬请各界踊跃护持，共植福田。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一份发心，功德无量，能使佛光普照3000大千世界，众生离苦，解脱安乐。谢谢大家踊跃发心，感恩。Outro lado da frente, começou a
变质而成，将能生存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伯恩寺第3期的工程弥陀殿正在建设当中。对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如何成就上品上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其实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成就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粮。所以卢松在此呼吁所有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们，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为早成佛道广集更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而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15页，请大家呢看左边这个栏位第3行。那我们在上一节呢，已经跟各位谈到说啊，从施物，还有呢福田，还有布施心当下去论断这功德的部分呢，已经谈了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底下呢第3行开始呢，他问什么？他说：问曰：谈名舍财啊，何以言具足无所舍法？各位，他说谈，各位谈就是布施的意思啊。布施不是舍财吗？各位，这是站在法的那个财务的部分哦。财务的部分是舍财嘛，那法的部分是针对于佛法的认知还有知识的传授嘛。无畏的布施针对的是让众生远离与畏惧的境界嘛，是叫做无畏。那各位，他这里的意思就针对的财务的布施，他就说了，那既然谈了又叫做舍财的话，为什么要说具足无所舍？各位，明明就是有舍，为什么要无所舍？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哦。来，我们首先看里面呢，他所谈的，他这里的回答呢说，答曰：谈有2种，一者出世间，二者不出世间。经说出世间谈无相，无相故无所舍，是故言具足无所舍法。好，各位，然后说菩萨他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告诉我们一点了。他说，同样布施有出世间，有出世间，有不出世间哦。如果是不出世间的，那各位，那叫做世间的布施。请问电视机前面各位，什么叫世间的布施？世间的布施就是有染着，各位你了解吗？那出世间就是要出三界，那各位出三界就是要远离我们众生的贪嗔痴烦恼啊。那如果是世间的布施，那对不起，那是跟我们的贪嗔痴烦恼相应。那跟我们贪嗔痴烦恼相应的，各位你要记住一点，凡夫贪嗔痴相应的就是有我执啊。有我执的过程就是什么？有一个我的存在嘛。那有一个我的存在，就会衍生什么？我看到的，我做的，我的。各位，
这一个我的手表，这个我的手机，各位什么？因为有我啊，所以这有我的啊。那各位这个是什么？我的讲义啦。各位，所以他在跟你讲哦，世间，因为在世间法里面，我们凡夫众生从我来认识，所以各位你们现在呢，我现在坐在我家客厅，打开我家的电视机，看到电视机里面，卢松法师现在在跟我讲大智度论布施波罗蜜，那谁在看？我在看，各位不是吗？都是我嘛。那如果说你从这个世间的角度去认识的时候，你就有一切的我的钱，我在做，我在布施，那各位这个就是有相。那有相的话，各位就是有执着，有执着你在做布施就有我在布施，但是各位你不要忘了哦，布施就是舍哦。那有一个我在布施，就有我在舍，我在舍，各位这个我在舍就是执着。所以他反过来讲哦，当你反另外的角度的时候，变成龙树菩萨所说的出世间的布施。各位，出世间的布施就是要远离贪嗔痴烦恼，就是要远离我的概念，所以你就必须要做到一点。破我执，你不能执着有一个我在做啊，你不能执着有一个财务的形象在做啊，你不能执着有一个人在接受啊，因为你有执着的话就有我，所以你也必须做到我们讲的三轮体空，无布施者相，无受施者相，无施物相，这个才叫三轮体空。这个才叫做出世间啊，各位。所以出世间的财施的过程是无相的。那各位，既然没有相貌，既然无相，请问你要施什么？各位你有看到吗？有没有听清楚？既然无相的话，你要施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施？没有嘛，没有东西可以施嘛，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嘛。各位你了解吗？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因为我们认为，各位你要记住一个观点哦。各位这个观念是什么？各位我们现在看到的钱，对不对？各位你为什么不说它是纸呢？你为什么要说它是钱？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你为什么要说它是钱？因为大家都说它是钱嘛，所以它就是钱，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在2-3千年前以前，有现在纸钞吗？在3-4千年前，人家用来做钱财的货币是什么？以前古代有些是用什么？用贝壳哦，用贝壳作为钱财啊。那在古代以前，我们说还有的是什么？用黄金啊，用银子啊，跟我们现在的钱是不一样的。各位，这是什么？这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价值的单位是随着时代不断的在改变啊，对不对？是随时在改变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认识到一点啊，今天一切我们所谓的有价值的物品，它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各位，为什么因缘和合产生？各位你想看看嘛，我们常常讲说，各位我们现在看到的货币、支票或者是股票，各位你想看看啊，如果我们往时间往前推1000年，各位那个时代有所谓的股票吗？没有吧，对不对？但是有没有钞票的单位？有啊，我们古代就有50两、100两、1000两的银票，有没有？这个看起来还真蛮像的。但是各位，如果再往前推2000年、3000年呢？对不起，那时候还没有银票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连纸都还没发明，哪来的银票？对不对？那时候就是用黄金啊，用什么？用银子啊，用什么？用玉啊。玉就是一个价值单位啊，黄金就是价值单位啊，银就是值单位啊。
吹更古，但是有人用贝壳作为价值单位啊，用稻米作为价值单位啊，所以各位这就是不断的因缘改变啊。那这都是因缘改变之后，现在才会有所谓的支票嘛，才会有所谓的股票嘛，它也变成了价值的单位啊。所以它就是告诉我们因缘和合。那各位你再想看看啊，你今天布施的钱财的部分全部都是因缘和合啊，没有因缘和合它怎么哪里有真实存在过？没有真实存在嘛。所以我们龙树菩萨就告诉我们说啊，今天你的心中既然没有布施者相，没有受施者相，没有施物相的时候，那你哪里还有一个东西需要舍？就好像我们说，当你真实认知一切法毕竟空的时候，各位你的心中就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你还要舍什么？今天就是众生有执着才要舍哦。各位你要记得一点哦，今天众生就是因为对于钱财，对于我们一切的物质心有所执取，还不能达到清净，所以才要舍。各位今天就是因为一切的众生内心还有烦恼，所以才要舍。如果大家已经都完全像佛一样，都是一切清净无染，都没有任何的烦恼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舍？不用舍了。为什么？因为当下就具足了，还要舍，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才会讲说，为什么谈名舍财？为什么又叫做无所舍法？各位，当你当下都不再执着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东西好舍的？今天要舍，就是因为众生执着，所以才要舍呢。龙树菩萨要告诉我的就这一点，各位你了解吗？好，然后再来，他说：“复次，财物不可得故啊，名为无所舍。”各位，财物有真实得到吗？你们会讲有啊，怎么会没有？哇，白花花的钞票怎么会没有？对不对？但是各位，财物不可得啊，你有真实得到吗？你死的时候能带得走吗？各位，你要问这一点啊，你死的是要真的带着走吗？带不走嘛，对不对？所以他才叫你不可得嘛，哪有真实可得？没有真实可得啊，所以他才讲说财物不可得故啊，所以叫做无所舍。为什么？本来这不可得，你要舍什么？对不对？然后再来，事物未来过去空，现在分别无一定法，以是故名言无所舍。各位，我们所说的财物啦，哈，在过去，在未来，各位，过去还没有现起啊，未来还没有到啊，难道你可以讲说现在有价值的东西，在过去也叫做有价值，在未来也叫做有价值吗？各位，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各位，我们要想看看啊，我们说以太阳光就好了。哇，太阳太热了，因为太阳太强烈了，我们说哇，好讨厌哦，这么热，哇，还要吹冷气，哇，现在太阳光这么强烈，哇，紫外线这么强，哇，出门女孩子还要擦什么防晒油，哇，还要好麻烦，还再拿个阳伞，不然的话晒一晒可能还会得皮肤癌。各位，好像看起来太阳光很不值得啊，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啊，我跟各位讲，现在能源危机啊，石油一直飙涨，现在呢提倡太阳能发电，哇，现在反而是阳光很充足的地方，太阳能发电很好，哇，现在反而巴不得阳光强一点。那各位你怎么说？你能够讲说现在不好，未来就不好吗？或者是现在好，将来就一定好吗？我跟各位讲啊，没有定论啊。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说啊，事物未来过去空啊。他要告诉我们是说，你现在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到了未来，它一定会存在吗？不会啊，各位，东西总是会坏嘛。房子住久了总是会坏吧，对不对？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古迹，哇，我跟各位讲啊，能够保存500年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啦。能够保存1000年，哇，那是非常殊胜的啦。为什么？
各位，一切东西总是有其时间性吧，有它的年限啊，对不对？所以他才告诉你啊，你不要看到这个东西现在存在哦，但是你不能说它现在存在，它过去就存在，你也不要讲它未来一定存在啊。所以从一个物品的产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只能认知它一点，因缘和合，就是因缘和合啊。比如说各位，我们再举个例子来做说明啊，黄金，各位，难道这些黄金从一开始在这个地球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整块的黄金吗？各位，没有啊，那黄金都是从沙金、从矿石里面慢慢它含有黄金的成分，然后慢慢这样萃取提炼出来的，然后再把它透过了人工的融化成为一大块，然后再经过加工之后打造成什么项链啊、戒指啊、手镯啊、装饰品啊。各位，它是这样子来的，你不能讲说它现在有这个金饰的存在，它过去就存在。对不起，它过去是什么？它过去是一整块的黄金，在过去呢，在还没有开采的时候，它是沙金，或者是呢隐藏在山里面的矿石里面的金的含量，拿这个金的含量提炼成整块，有这整块经过加工才变成金饰。但是各位，现在有金饰的存在，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金饰佩戴之后，它越会旧啊，越会坏掉，那坏掉它又消失了嘛。所以各位，这就是在告诉你，一样东西，它当下具足这个形貌，它也是过去的因缘和合而有现在，而当下虽然拥有这个相貌，它也在因缘和合不断的改变，无常到的时候它又消失。所以我们看到你现在开的车子，对不起，5年10年之后老了啦，跑不动了，换掉，对不对？你现在买的手机，各位，现在手机淘汰率更高，2年之后没人要了，各位，这个就是啊，对不对？所以他才讲啊，事物未来过去空啊，现在分别。那现在呢，各位，那是现在，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所以它存在，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的啊，车子你要是挂牌之后就变中古车，还没有挂牌的时候叫新车，对不对？那是现在分别啊，现在分别说，还没有挂牌，新车挂牌之后你再卖就是中古车，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则啊。那今天我要去认知的就是说，在过去在未来它没有一定性，没有一定的价值观，随着因缘不断在改变，但是在当下随着我们个人的认知在做分别，有人认知是好，有人认知是不好，所以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生活周遭里面的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啊，大家每一个人的认可的标准都不同啊。那各位，标准不同，答案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他才讲说，现在分别也没有一定的法门啊，也没有一定的决定性啊，所以叫做无一定法。那无一定法，各位，这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意思？没有一定存在了，所以才叫做什么？以是故言无所舍。你要舍什么？各位，这里的无一定法指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东西对我们产生障碍，就是衍生烦恼；如果对我们不产生障碍，就是没有烦恼。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举个例子来做说明哦。今天有一个大菩萨的行者，这个菩萨行者他的心很清净，然后呢，这个大菩萨他拥有非常非常多的资产，非常多的钱，但是各位，因为他行菩萨道，因为他要度化一切众生，所以他对这些钱财他完全都不执着，他拥有这些资产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那各位，那你对他来讲的话，请问你他要舍吗？他不需要舍，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执着，怎么需要舍？各位，你了解这个重心吗？从来没有执着过，就无需要舍了。所以他就算拥有一切万物，拥有一切世间，
他也不会在这一切事物、一切财物当中升起染心，他升起执着的心，他也不会升起担心。他要舍什么？他不需要舍嘛，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他本来就是要用来利益众生的，他根本就不执着。光明、庄严、神圣。佛恩寺有消灾吉祥光明灯，可选择供养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等3种。欢迎诸位善信大德发心为自己及眷属以及法界众生燃灯供佛，消业障，保平安，增福慧，成佛道。详情请洽佛恩寺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一切功德当中，以塑造佛像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经典当中说呢，塑造佛像不但呢能够铲除我们生生世世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就我们的福报。所以像经典所说呢，能够你要求智慧，就能我们得到智慧；你要求福报，能够就能得到福报；你要求富贵，能够成就富贵；甚至你要求往生西方，那更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资粮。所以我们佛恩寺大雄宝殿呢，在2侧我们就是采用天然玉石所雕刻的88佛。那88佛呢，在我们往课当中呢，单日是诵弥陀经，双日就是礼拜88佛，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居士大德，如果你有这一份心愿的话，想要成就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佛恩寺的88佛非常欢迎你来指定发心。在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但是各位反过来讲呢，今天有一个人他没有什么钱，他只拥有一点点的物质，但是各位他把这些一点点的金钱，这一点点的价值的东西看作比生命还重要。但是这一点点东西比起我们刚才举例的那个大菩萨简直是天地之别。结果呢，各位不好意思哦，这一点点的东西对这个人来讲的话，那各位他一定要舍。为什么？因为他的执着心很强，贪心很强，烦恼很强。那反过来讲呢，这个拥有很多的资产，很多的财产，很多财物的这个，因为他没有执着心，他没有贪心，他没有烦恼，反而他不用舍，所以他才跟你讲啊，现在分别无一定法，哪有一定决定的？对不执着的人，你在拥有一切世间万物，他也不会执着，所以他不用舍。但是对没有的人，或者是对拥有很少部分的人，但是因为他贪心很强，那他也一定要舍啦。所以他才讲说，既然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观察到一点哦，万事没有决定性。那各位为什么没有决定性？我们再接下来谈这一点，为什么没有决定性？因为一切法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啊。今天这个执着心很强的人，他也是因缘和合啊。为什么？过去生的习气嘛，过去生的贪烦恼而现起的嘛。然后对这个拥有很多一切万物资产财物的，他没有执着心。各位，这对不起，这也是他过去的习气，他过去修行对于法的认知，他过去修行对于无自性的认知，他过去所修的大福报，所以具足这样的一个福报资粮财物。但是各位，因为他对于佛法的深入，所以他不生执着。所以各位从这里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执着，都是因缘和合。那各位都是因缘和合的，有自信吗？没有。有绝对性吗？没有。那是不是都是空？对。所以那既然是空，你要舍什么？也没有东西好舍啊。为什么？因为当下都从个人的认知里面去评断的啦。好，各位，这一个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复次哦。再来，
或是以行者舍财食心念，此师大有功德，依师而生骄慢爱结等，以是故言无所舍。各位，这个无所舍跟前面的无所舍意思不同哦。前面的无所舍是一切资产、一切财物根本没有固定的相貌，所以无所舍起。然后还有一个无所舍，指的是说，因为一切法本来都是因缘具足和合的啊。那如果你深入的去观察到一切法的毕竟空性，你与一切法当中都完全不升起任何执着，那你也不用舍。各位，这是两种。第三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无所舍，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谈呢？它是站在说，有一个行者，他今天在做布施的时候，他就起了一个念头，我今天做这个大布施，我的功德非常的大哦。那各位，他因为这个念头，他就升起了一个骄慢心，哇，我功德很大，我将来一定会升到天人，哇，做大福报，哇，做天主，哇，他就很骄慢呢。然后呢，在这里面还升起贪心哦，还升起爱哦，还升起烦恼哦。那各位，因为这样子，所以叫做无所舍。这个无所舍是你根本没有舍啦，你了解吗？各位，这里的无所舍是说，你实际上没有舍，所以叫做无所舍。而前面的无所舍是因为你不执着一切，一切的财物在你的眼中根本都是因缘和合，所以叫做无所舍，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让你舍嘛。那一个是深入法空性，观察到一切万物万事都是虚妄的，都是空性的，所以根本连舍都不需要舍，因为当下的具足存在。各位，这三个程度完全都不同，角度也完全不一样。第三个最后谈的这一个，就是因为你产生执着，这个执着让你产生烦恼，让你产生生死轮回，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舍。这个没有舍，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布施啊。各位，你了解吗？为什么说这个舍就是没有真实布施？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各位，你会问我说：“师父，对啦，他一定有布施啊，为什么没有布施的话，怎么会有升起这个骄慢心？”各位，没有错，他本来就有布施是没有错的，但是他是因为这个布施升起骄慢心，对不对？然后由这个骄慢心升起烦恼，对不对？那由他升起烦恼，我们就可以推论他根本就没有舍。为什么？各位你要了解啦，这里的舍指的是说烦恼，他有没有舍掉烦恼？没有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舍掉烦恼啊。那各位，我再反问你，那他没有舍掉烦恼，你相对来说他有没有真正达到布施的意义？没有嘛。所以他有做布施跟没有做布施有差别吗？等于没有做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各位你了解吗？所以啊，这我们常常讲说啊，佛法就是圆融的。有时候你不要看待同样的名词，我跟你讲，各位解释之后意思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这也就是我跟各位讲的啊，佛法有时候是非常奥妙的，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因为它就像我们各位，你越是深入的去了解，你是越是深入的去理解，你才会了解，这里面还真的是可以从每一个角度切，但是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各位。然后再来呢，我们看底下他说啊，以无所舍故无骄慢，无骄慢故爱结等不生。各位，这个无所舍跟前面那个无所舍又不同哦。你看，他前面是讲说，以行者施财时心念，此施大有功德，依施而生骄慢爱结等，以是故言无所舍，对不对？但是后面这一段他说，以无所舍故无骄慢，无骄慢故爱结等不生。他这个是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哦，他说好，
各位，无所舍嘛，本来就没有舍啊。那各位，本来就没有舍，有没有功德？本来没有舍就没有功德嘛。那没有功德会升起骄慢吗？不能升起骄慢吧。那不能升起骄慢的话，会升起烦恼吗？也不会嘛。那各位可能你们在想说，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做布施了啊，不做布施我们就不会有骄慢，不会有骄慢我们就不会升起烦恼。各位错，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哈，拜托你千万不要给我用字义上来解释哈，这字义上一解释，我跟各位讲啊，你会错108000里呀。对了，并不对，不对，并对，有点麻烦了。他这里的无所舍指的是什么？各位，你今天真实认知所谓的布施的真正的意涵，你今天真正认识到所谓的无所舍，是指说，各位，一切的财物的存在，包含一切生命的存在，都是不过是因缘和合。各位，这因缘和合是什么？就好像同样是人，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点？为什么你不升到美国？为什么你不升到非洲？为什么你不升到大陆去啊？你为什么要升到台湾？因缘嘛。各位你要去认知一点啊，你今天为什么生到有钱的家庭？你今天为什么生到没有钱的家庭？各位也因缘和合啊。所以你真实的了知到说，当这一切万物的存在，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过去所造作的因缘，在因缘具足之后产生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感召到我们现在的果报。你生到有钱人家，你一生下来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啊，对不对？你生到贫穷人家，对不起，你生下来就是要为3餐而烦恼，对不对？那各位，你要生下来就到非洲，到伊索比亚，是你连吃都没得吃，连工作都没工作可以找。那各位，那请问你这个因缘果报又从何谈起？你只能讲说因缘和合过去所造的业力。那各位你再想看看，当你对于钱财的认知，对于我们当下所感受到的这所有的一切外境呢，你都能够认知它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对不对？你看无所舍故啊，无骄慢。你今天你再想看看呢，当你认知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在对于钱财，对于万事万物，对于你碰到的外境都没有升起任何执着的时候，各位，你没有升起任何执着，你有需要舍吗？不需要嘛。那不需要舍，不执着舍，各位，你还会去在乎所谓的舍的过程的功德吗？不会嘛。因为在你的认知里面，你从来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你自己，本来不存在，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对不对？就是这一点啊，本来一切万物就没有真实存在，所以你就不会产生执着，不会产生执着就不需要舍。那不需要舍，各位，你还会有产生骄慢心吗？那连骄慢心都不升起，各位，你还会有烦恼现起吗？也不会嘛。所以这就是佛法回归到根本的时候，佛陀跟我们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说的。那如果说从布施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无施者、无受者、无所施物。为什么？对于你布施的东西不执着，对于你我的分别，各位远离。今天我们众生为什么会对这个世间产生很多的分别心？各位，因为我嘛，有一个我就有你嘛，这是我的，这不是你的，对不对？各位，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我他产生对立啊，这个对立的过程就是你是你，我是我，
对不对？那如果今天这个你我的分别消失了，这种概念全部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是一样平等的时候，各位你还会执着有一个我布施东西给你吗？因为你我都已经没有分别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还有需要去执着说你跟我之间吗？不需要嘛。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物品的执着也真实超越了，那各位你还要舍掉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舍，所以这个才叫做三人体空的布施嘛，才叫做最圆满的布施的清净嘛。所以他这个后面这半段的以无所舍故无骄慢故爱结等不生，各位指的是这个道理耶，不是刚才我们讲的说啊你升起贪心啊，所以你表面上说有布施啊，其实你没有舍。各位10万8千里啊，拜托不要弄错了。然后再来复次，施者有2种，一者世间人，二者出世间人。世间人能舍财不能舍施，出世间人能舍财能舍施。各位这个又更深入一点哦。各位今天我们才讲说不要执着，对不对？那各位我再问你一句话哦，他这里讲说布施的人有2种，一种是世间人，是出世间。世间人就是执着，出世间就是不执着。所以他就讲说啊，出世间的人能够舍财，也能够舍掉这个施哦。各位你注意看清楚哦，能舍财能舍施。那世间人呢，能舍财不能舍施。各位这个重点差别在什么地方？各位你要注意的是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我在布施，各位我在做，我在诵经，我在修行。各位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执着财物嘛，不要执着说有一个我嘛，不要执着说有一个接受者嘛，各位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告诉你说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那我问你啊，你在喊不要执着的时候，那不要执着算不算执着？各位这个就是执着啊，对不对？你在告诉你不要执着，但是你不断提醒你不要执着的那一份的用心就是执着。各位你了解吧？重点就是在这里了。因为我们防护众生，我们常常会有什么？希望我的布施能够达到清净，所以我就会提醒我自己哦，你布施的时候不要执着，你布施的时候不要有布施者的执着，不要有你在布施当下接受者的执着，你不要对这些财物有执着，你会不断的提醒你自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但是各位问题是，那一个不要执着就是执着啊。问题你了解吗？就是在这里啊，你一直提醒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问题是那个不要生气就是执着，那个不要生气就是硬压的，硬是把它压下去，其实那个不要生气就是生气了。各位就是这一点。布施装塑佛像，能感得生生世世相貌庄严，常为诸天所敬，远离八难，常出生在富贵和清净修行的家庭，所生之处都能得遇诸佛。佛恩是弥陀殿西方三圣佛像，欢迎十方大德居士能有经出经，以我们随身拥有的经士来布施庄严佛像的金色身。庄严佛像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这殊胜的因缘，期盼您的发心共同来成就。洽询电话08-779-5568 779-5148。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愿王，48愿度有时，一句佛号生净土，成就普处菩萨佛。有人是弥陀殿将供奉108尊阿弥陀佛的圣像，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造佛形象，如造像功德经所说，功德大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有的福报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各位念佛的菩萨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福报资粮，赶快来发心建造阿弥陀佛的形象吧，把握这次的因缘，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圆成佛道。阿弥陀佛。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他说为什么他说世间人能够舍财不能舍施，他财物有舍了哦。那我们说舍财，但是各位，你会告诉你自己说不要执着钱财，但是各位不要执着钱财，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执着钱财，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布施，各位。但是你这个角度是有啊，你财是舍了啦，但是那个施有舍吗？那个施没有舍，那个施还存在，因为那个施就是我为什么要布施？我要布施的原因就是我不要执着才有功德。所以因为这个角度，所以你注意看，你财物是已经舍了没错，但是后面舍掉财物的这一个心，是为了要求得功德，这个心并没有消失哦，这个心还存在。所以龙树菩萨才会告诉我们说啊，世间人能够舍财不能舍施，但是出世间的人呢，各位，他是不但财也舍了，连这个舍的当下的这个布施的这个施也要能够舍掉，完全不执着，有布施就是没有布施，没有布施就是有布施。各位，这个好像是在绕口令呢。但是电视机前面的各位，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啊，有布施就是没有布施，没有布施就是有布施，所以我不用布施。对不起啊，不是这样子哦。你要是这样子的话，又错了。再告诉你的是什么？你有布施，但是千万不要去执着，不要去执着它，也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关心它。反正我有做就好，做了忘记了，做了不执着。然后别人问你说：“你布施哦，功德很殊胜哦。”各位你怎么想？哎呦，人家都讹了我布施功德很殊胜呢，好高兴哦。错，你当下就是执着。然后呢，有些人就更好玩的说：“哎呦，你有布施哦，你功德好殊胜哦。”没有了，我没有布施了，我没有布施，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各位对不起啊，当你极力在否定没有功德的时候，那个就是执着心很强。因为反过来也就是这样子啊，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各位你想看看有没有？其实就是这一个了所以他才会跟你讲啊，处世间人能舍财，也要能够舍掉这一个施。所以呢，底下呢，龙树菩萨又讲，他说何以故呢？为什么？以财物施心，具不可得故啊。以是故言，具足无所舍法。他说呢，以财物施心，各位，你用财物，还有呢，你的布施的心都不可得。你当下不执着钱财，布施的钱财，还有你当下对布施当下的心都不可得，你才可以做到我们这个出世间人能够舍财又能够舍施，也能够做到我们刚才讲的说具足无所舍法。各位，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来呢，复次谈波罗蜜中言财施受者三事不可得。各位，这里的财施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轮提供的布施，接受的人，布施的人，布施的财物。好，那底下呢就有人问各位，
这个问，当然就是指说，很多有时候龙树菩萨呢，他呢知道一件事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寻龙，但是呢，如果要借由他一个一个这样一直讲下来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一个系统，所以呢，他会故意自己发问，自己问，然后呢自己再来回答。各位，这就是他的一个方便善巧啊。他故意问的，又故意回答。那也有些的问是有人问，他把它摘录到这里面了。有人问了什么问题，然后呢，他就这个问题再来回答。各位，为什么要用这种形态？因为有时候啊，佛法是越辩越明，然后呢，透过问问题、回答问题，才让我们更能够容易的去了解。所以这里有人问了什么？他说啊，三世和合故名为坛，对不对？各位，三世和合叫做什么？今天一个布施的成立各位你要记得一点，一件布施要成立一定要有什么条件？今天我做一个布施，一定要有我做啊。然后我做，不管是财物，不管是法，不管是无畏，总是有一个布施的一个东西吧，对不对？然后一定有一个人接受到吧，这就是三件事情啊。所以谈到说这个东西，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典故啊。在以前呢，在舍卫国啊，有一个商人啊，有一天呢，他赶着一头的驴子，然后载了很多的货物啊，要去做生意。结果走到半路呢，因为刚好前一天的晚上呢下雨，所以路上呢有很多的坑坑洞洞。结果他那个驴子呢走啊，遇到了一个坑洞，结果呢轮胎呢陷进去了，这个驴子拉不上来。那拉不上来的时候呢，这一个商人呢就刚好看到了有两个人在那走过来，他就跟你讲说：哎呀，你们这两位大菩萨好不容易遇到你啊，我这个驴子呢拖了这个货物啊，现在轮胎呢陷在这一个坑洞里面推不上来，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啊？那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讲：因为我们帮助你可以啊，你要用什么东西报答我们呢？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来回报我们呢？那这一个商人就跟他讲说：我刚刚出来做生意啊，还没有赚到什么钱，我没有东西可以报答你们呢。那各位，他们这两个人呢，就帮忙了这个商人呢，把这个车子的轮胎呢给推上来。然后推上来之后呢，其中那两个人，其中一个就跟他讲说：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们你要回报我吗？这个商人就莫名其妙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讲我没有东西吗？结果那一个人就讲说：你就把你那个没有东西的那个东西拿出来回报我啊。这个商人就更莫名其妙，我跟你讲没有东西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东西啊。结果那一个人还在那边搞不清楚啊，他说没有东西就是有嘛，没有东西你把没有东西的那个东西拿出来。各位，这个鸡同鸭讲啊，本来我们的概念里面的没有东西就是根本什么都没有，而另外的那一个人把那个没有东西，他把它当作一个名词，有一个东西叫做没有东西，结果两个人在那边扯不清。后来还是这两个人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终于听清楚了这个商人的意思，他就跟他讲说：他讲的没有东西就是没有啦，你不要老是在这边讲那个没有东西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的就是没有的意思。各位，这就是什么？语言文字的障碍，也就是概念的错乱。那今天各位我们要去了解啊，今天我们说什么叫布施？各位，这个布施，如果今天我们从财施、法施、无畏施，各位，这个财施看得到东西哦，这个无畏施，各位就比较模糊哦。这无畏施是什么？有时候是一个举动，有时候是一个眼神，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什么？心灵的互动产生的一个让人家升起安全感，这个都可以叫无畏的布施啊。那这种东西就是看不到的啊，你能讲说它真的存在吗？好像又没有。你说它没有吗？又好像有，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没有东西的东西，其实这是在形容有时候我们一个布施的过程。我们虽然说三世和合名为坛啊，各位，今天如果是财物的布施，一定是三世，因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东西啊，不管是内财，不管是外财，对不对？我们说内财是什么？头、眼睛、骨髓，或者是我们什么血液，这个看得到啊，钱财看得到啊。各位，法的布施，我讲话你有听到啊，我写的书你有看到，这个都有真实存在。但是各位，无畏的布施呢就没有一定啊。无畏布施，我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心灵的互动，一个眼神的交接，都可能会让人家产生力量，产生不畏不畏的一种的力量啊。那这个当下还有东西吗？没有啊。但是真的没有吗？又有啊。为什么？当下你就是无畏的布施啊，怎么可以讲没有？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问的人问的问题非常的巧妙。他问什么？他说三世和合名为坛，施者、受者、布施物，三件事情把它整合起来才叫做布施的具足啊，对不对？才叫做具足布施啊。结果他底下就问啊，但是你今天讲说三世不可得，那各位，三世不可得，你怎么后面又讲一个布施波罗蜜圆满呢？各位，对不对？你有没有听清楚他的问题的重心在哪里？他的重心的问题就问说：好，你今天说三件事情和合才叫做布施，但是你现在又跟我讲说，这三件事情都不可以执着，三件事情不可得才叫做布施波罗蜜圆满。那如果这三事不可得，又哪里来一个布施？各位，你了解意思了吧？三件事情和合才叫布施，结果你现在又跟我讲说三事不可得才叫做布施，然后又那你这样子的话，到底是有布施还是没有布施？到底有三件事情还是没有三件事情？各位，他问的就是这个。其实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啊，我要告诉你的，这就是我们学佛要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理跟事要把它分清楚。今天我们说三事和合，指的是各位物质上的事项上的东西。为什么？各位，事项上的东西，比如说用我来做比喻好了。各位，我现在在电视上讲经弘法，各位你在电视机前面听，对不对？好，就我现在在说法的过程，我这是布施法给你，我是布施者。电视机前面的各位，你打开电视机听我在讲经，你们就是接受我的法布施，对不对？好，布施的人是谁？卢松法师，接受的人是电视机前面的你。那各位，什么是东西？我讲的声音，我的言语举止，这个就是法。各位，那有没有？有嘛？好，这个布施是不是成立了？各位，事项上真实有哦，电视机上看到卢松法师，有我在听，有听他讲的法。但是各位，这是事项上的，但是在理上呢？在真正的理上，各位，你是五蕴和合不可得哦，我也是五蕴和合不可得哦，我讲的法也是因缘和合不可得啊。各位，一弹指过了，声音消失了，我讲的法讲完之后也消失了。各位，我的存在你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也消失了。所以从理上来说，我没有真实存在，你也没有真实存在，法也没有真实存在，当然是三事不可得啊。所以各位，你了解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这里，一个是从事项上来看它是真实存在，一个是从理上来看它是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各位，也就是因为理上来看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完全不执着的时候才叫做谈波罗蜜具足圆满。
各位，这你了解了吗？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理事要圆融啊！你千万不要在理上又把它牵扯到事项上的东西，然后在谈事项的时候，你又把那个理上的东西扯进来，各位，你就会变成扯不清了。就到最后变成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两个都没有理。为什么？因为两个扯不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学佛深入佛法的义理的时候，我们要产生一个概念：当我们在事项上，我们就事项上的问题来讨论；当我们在理上，我们就理上的问题来讨论。然后这样子才不会把它搞混杂。然后两个厘清清楚之后，我们再把它结合进来，才能够真正了解它里面的意思。各位，这样子你了解了吧？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谈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上如下松法师启建30系念法会暨佛学讲座，1月14日于屏东佛恩寺，电话0877955568，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备有游览车，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妙难酬，累劫修正为众生，闻声救苦渡彼岸，苦海常作渡人舟。佛恩寺将塑造一尊用天然花岗石打造的观音大佛，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如松在此广邀各位居士大德们，大家万人花心，共结万人缘。因为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塑造佛菩萨的形象，能够让自己具足一切圆满。什么叫做一切圆满？就是福报成就、智慧成就、功德成就，你所求的一切都能够如你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期待大家共同一起来发心这个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发心护持佛恩寺观音大佛圣像，划拨账号4227-673，户名佛恩寺我家心，电话0877955568，7795148。阿弥陀佛。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卵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南无观世音菩萨。师父在一部叫《百无庄严经》里面，佛的一毛孔的功德是全世天下人跟一切天人所行的善加起来都比不过他一毛孔的功德的千分之一、百分之一、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他的功德怎么积聚？因为有忍力啊，有忍耐、忍度，不生恨。那我们功德都很弱，对不对？不是爱生气，所以一定要修忍住忍住就是以后你会受用的，会成佛的，会外相好看。在《地藏经》里面讲说，爱生气、嗔恨的人不敢遭丑陋报，有没有？会很丑大家爱看丑还是爱看庄严相？那你要度众生要在庄严相？要所以你要修忍度，为了要度众生，你都得忍一忍所以你心绝对不要想坏，你心只记坏不久都按照地景了，你知道要丢掉寿司也要丢掉了，做坏了。所以你要常喝健康都要记好，坏的要丢掉，忏悔不记倒掉，卖抽起来就对了。那个卖袂用，你要低调你看。安尼是唔做光的，对吧？丢掉安尼来叫清净底好，咱一个刚刚做掉来，都康康好好，怎么要底好？底好底土地湿，底法水法药，你就怎么样？常住不坏逢场注释因为我写错了他不做感化了，不做帮他累劫都可以，就是本来就不生不灭不会坏会生会灭是你的念头一下恶一下善一下悄悄越善良的只要恶只要坏你追求一个富贵健康惊读第一名一点点你若卖钱分配较足好势你无想到拢会好你若是讲在你求命我无想命舍因得万报你舍掉你的求得到万的回来都为一切众生对果报会很庞大工作布施、持戒、忍辱都讲了，现在要讲到精进，这些都是菩萨道要修的功课，要做的事情要修的这些项目。我们做什么呢？都要精进做善修行都要精进。恶的
懈怠。精进当然有4件事情，第一，树叶奉法未成懈怠。奉法就是依教奉行佛对我们的开示，我们要依教奉行这个法就是一个定律真理的定律我们说世间的奉法就是法律这个法律也是要约束我们造恶，约束要去造恶，我们不犯法啦，触犯法条啦触犯真理啦触犯真理就是说你其实真理不是叫触犯就是说你因果做恶因，做恶因就有恶的果这个就是真理。做了善因就有善的果，这个是一成不变的从为多开始在经当中赶快你做多时为多果，做多获有多果果是报应，有好的报应跟不好的报应这个是定律自然的法则我们树叶中一根来的天光暗时呢，咱讲依教奉行咱做无好要鞭策自己未成这个懈怠枉费你就别就对了咱自己来青菜依教奉行我讲咱有自己心要有智慧要受咱家己心讨厌咱就要认真去修就对了那个意声甲你拿声当作一个空气一个空气你就会记起来你当这个念头你的心情就当作过去要有忏悔心惭愧心专念要有代志按经济就是爱跟讲我当就是要一点不坏依教奉行当行出去修出去时常你讲一两天来放风一个一两天再好好修不是安尼不是安尼你若放风一两天就做偌年所以修炼是时时切切你都做家己不是讲你想要修才来修无要修就咱修你无要修放纵自己的生理有人家做的有过不堪收拾歹行为你讲我做不哪礼拜无人面前难过每年松牌才来修你以为你我还恶头经过地狱我看你有比较济靠高中透懂你免得不舒服就吓他该使到有用的所以要定着定着第二就是说咱永远失去这个生命都袂归回做尴尬有这无法就是要修一定只是讲无命咱就爱修就对了你讲说要打牌我打牌对我牌你原是去生命无做我就在难做这个修正你想的记就不做就是必然就做难打工咱不要爱咱头你爱咱的法子咱就爱奉献一样那个是布施圆满对吧不是投三你要影响我就影响你拢想讲不做高感我们我依教奉行即使失去生命无所谓你安尼慢慢死后被变无共样身体你是真心就不做不是你要多看小头不做讲你不死那改妈改母又改爸伊虽然有这个精力所以伊嘛大力雄者你看这个是我做
后呢，佛得到什么？我们今天你有做，有啥物多做？有做人听到你刚刚平开的那个落落的地凸起来，凸起来落落落，拢变平平。有做听到就因为它心平啊，它没有心平跟家打斗，不变分，所以讲交流，伊所用的物件就是平的，比如讲头边边、地边爱落去，伊拢会地会改变的，落落地凸起来，安尼换的地落落，平来去。拢明白了，经济的差的所在，嘛明白了那个外力怎么样，就是什么样，石头啊，三点点那个地咯，安尼对了无？安尼对啊，虽然你做车，你看当车，你就后改了，做平，路就不平坦，好，那当平的。那你人生很坎坷，就是因为贵丽水那边心不平嘛，不忍住，我看那细年就放开，那你在那边修你买你后看就病啊，没放开了，要忍住。所以即使说要失去生命呢。你就安定，我定，你要才能他，你看这八辈是假的嘛，你从来没死啊，这高海的，他会辛苦嘛，你是要掉世界嘛，对吧？我即马这个我当我看电视掉世界，你讲讲你掉世界，看电视，人看电视的，我不好意思，我好，你台那个实在你当下，你是打保送不极乐世界，你要当下呢，你都无要。违背做这个教导，安不是经济，所以你听我那东西啊，他都走了，你持戒，你选入，你精进啊，是看那东西上单单，对吧？按各位人听的东西的身体啊，因为爱人的钱，你是爱人的钱，我做因为要舍你的健康啊。下一代也很干呐，我们一世人愈善，看钱愈重，愈钱不掉的，你袂不掉，你贪心，因为感觉家己一善，你后代就是会善，你感觉家己一好命靠用啊，你就较甘被报心，对吧？迄就是咱的心，很善。你若好命，你的心就当我真有道，真好命，我感恩啊。每万看那个伞还是他们讲中国做人有什么帮助家，我做伟大，安尼想一个忽然知足常乐，一个为万谈，所以安尼高高啊，讲好，我比非洲多好，非洲哇，比那3、8，那我人都减肥的，在他不记住了所以咱有种幸福很有的吃福报。要习福就是好好用我们这个身体来修福报。我来讲到好好别标力，我重要的要慈悲众生，要发心发菩提，要好好修习要精进，不为不是不为道教那个道教佛教的道教不是都道，而是稳重成佛知道有教化，你往昔世命就要多多思就对啦。有三情痛生理，不以谢倦。这个是说咱做精进来读这个经册咱读有觉受，有咱比按事能做定义，咱应用从比精进，当读这个当读这个，你把它看起手舞声响就记起来。才是当一天一捕鱼，3天晒网，一个每天标料你就安尼累进步
别当讲亚仙的讲我有道无道你讲无认真看一直去看电视、看连续剧，看到这下都变过年，这下电视都真无聊的，唔知你讲啥，这浪费时间的对吧？已经有这物件偌济买，无面对买，安怎你有关系无？无关系佛法再跟你有关系呢，你有地位呢？来，我只要看咱的生死虽然去看那个法师公经，安泰对咱的生命有帮助广欲救济，专为恶者，就是爱广是大局面的要引众生的不是讲我一无公司一样，规地那个广大的救济一切有情众生还会离开这个生死苦害生死苦害的轮回是上大的恶业，三界火灾你若无离开这个轮回，你若无逃避其你若无伫这个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你看那个招来招去，我都离开，这个是上危险的。那本身地劫都是别家，今仔会改款，还袂清醒还会去做白日梦，晚上的梦，白天的梦，做你生梦时，都看不到真实相，都不知道这个是虚幻的，不像认妄为真颠倒的梦想心经有没有讲？远离颠倒梦想，就念念梦想起起伏伏，不要妄想，你的生命就可以不动了，就涅槃如不动，能够停止了苦难。你两个就觉得同修一个念头，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一个生死。所以我是一个时候想善的，想利众生的，想成佛的。虽然你的生命烦恼还没断，可是佛讲菩萨为了救助众生的烦恼，他是没有过失的，他是慈悲的，他利众生，想尽各种方法要摄受众生，善巧方便，他是没有过失的。不像有的生意人，他是为了要赚钱，要怎么样？他用很多的感叹，你来看人是你是过失，可是菩萨他是善巧方便，用四摄法救度众生的那种没有过失，多遮不了多烦恼是无贵气。咱来大来救度众生众生离开这个恶业还消灾免难，消这个灾难，免于这个恶业那就是精进所以精进改变就是来精进广度众生然后精进要去读经要听法精进呢依教奉行佛法落实在生活上去行去行，是讲听赶快不贪嗔痴慢疑，拢会改变，做事拢会改变。那就无采去修你如果无修是修讲伫念两点钟点无你做了迄个是无去烦恼，无人每个都离开关了心开心的，有无？各种结果是很造出来的，有没有人在念佛？阿弥陀佛，然后才会让心多用使不贼归为。不是真正好了，他就是无需要他多言，对吧？那个是阿弥陀佛，行业行，行业主义，行义，阿弥陀佛你要思考一下，你做的我差不多基本上，他
怕身体，不必运动者，你了，你的妄想是一种业障，没有办法停止你的烦恼，就是长出来了。持戒也精进，布施也精进，约束自己也需要精进，意念正法要精进，树叶动大，未曾有污忘，没有说忽然忘记的，明自持生命，不敢为道教，为道教就是说佛所教化的。诵习生经典，不以为谢倦不能觉得疲倦，给他亚生为当公天就近众为恶，不使心怀怨。就是负重心不行好都会当换替换会当换这个重心无当温换天无来公平。这个都有怨哀怨，这个要改变。慈悲智慧送娃娃，把人物建成送我吧，我要去功德山。佛菩萨，把佛法利带回家，把大悲咒水给大家，把烦恼欲望送去空。把清净智慧送我吧，我要去功德山。佛的智慧洒在我心上，为众生带来自在解脱。6个万文我永远手持，一切众生都成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跟我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跟我一起唱南无观世音菩萨，跟我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跟我一起唱南无观世音菩萨，跟我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佛菩萨，把幸福快乐带回家，把孝顺供养给爸妈，把慈悲智慧送娃娃，把人物建成送我吧，我要去功德山。
节目播出时段：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9点半，周一至周日晚上11点至11点半，敬请大众准时收看。功德山义工职工招募，欢迎20岁以上、35岁以下有志青年，一同加入功德山人才培训的行列。译者请假03-3599-855。台湾户外法会莲花之旅，愿洒3000。国外弘法法训，马来西亚、新加坡、关如法师电视弘法，邀请您来护持。电视弘法频道已播至，刻不容缓。邀请十方大德发心护持，尽一己之力，将殊胜大悲菩提法于电视媒体永久流传。欢迎大众鼎力共襄盛举。山江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及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
花旗法金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楂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超然客观的态度，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除了佛教，我们也着重于医疗、养生、艺术及慈善爱心动态报道。十方法界卫视。各位观众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十方新闻，我是蓝玉荣。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庄严自身也是一种佛法，礼敬诸佛菩萨的威德宝相，中国化素食节，悠扬的乐声中享用美食，僧协谢纳法师来台交流，山水意象简品熟水墨创作，十方法界捐赠老和尚与小沙弥派书，新住民家庭成长学习教育。学佛的人如果总是邋里邋遢，别人见了也很难心生欢喜。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论圣，谈的是般若思想的空，般若的空也就是中道。论圣中对中道有很清楚的解释，舍二不执中，舍两边而不取中间，这才是真正的中道，这才是最自由最自在的。在佛教中他有讲到一个叫中道，什么叫中道？就是出家人男众他不能太过霸气，也不能太过暴力，所以他走到中途就是思维要细致一点。那女众法师呢，那就希望就是现大丈夫相，所以佛菩萨都是现大丈夫相哈。那其实现在的佛教，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用比较朴实的方式，甚至穿居士服，甚至不化妆、不擦口红等等的东西，要让自己变成返璞归真，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我自己的家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妈妈自己学了佛以后，可能她在这个寺庙就是可能穿着不能太鲜艳，那也不能擦口红，甚至头发她也都不去装扮。可是后来很多人就跟我讲啊，你看她学佛学到最后，好像变得太朴实，好像就是不会让人起法喜之心。这时候我就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我看看所有的佛菩萨，你看所有的佛菩萨为什么要把自己穿金戴银，并不是他重视这些物在的东西，那是因为他的修为，所以居士供养了他这些璎珞。如果学佛的人不讲究仪表，总是邋里邋遢，别人见了也很难心生欢喜。庄严自己也是一种表法，我们的自心就是佛性，自身就是坛城，爱护自己是爱护众生，庄严自己是庄严坛城。化妆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庄严自身坛城，那么化妆就是积福，就有功德，就不会造业。十方新闻记者赖依荣桃园采访报道。佛菩萨的宝相庄严，能够令大众启发内心的光明良善。美是一种心灵喜悦的感受与体验，所谓清净即庄严义也，庄即庄严，严即严饰。华严经提到庄严，一是具德义，二教示义，也就是以庄重、恭敬、肃穆等美德装饰国土，或以功德严饰道身，如为佛像贴金、彩绘，使其形象端庄肃穆，称为庄严。佛菩萨像的华美光彩，称为法相庄严。他为什么把自己穿得这么的庄严？其实他为了一件事情，叫广度众生。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号是这么说：万象庄严的相貌可以度众生。所以呢，我们在大千世界，我们只讲求一个叫美。美呢，无言即美。有时候人长得庄严，然后甚至不讲话，他都可以度众生。你看佛菩萨，他永远都是微笑的。所以呢，我常常讲，你看佛菩萨，他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眼睛眯眯的。佛教来讲叫慈眼度众生，可是对我来讲并不是，我觉得他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有人批评他，有人诽谤他，他觉得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嘴巴为什么没有看到牙齿微笑？因为他觉得无言即美，不需要讲太多。支持你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坏话就不支持你，但是不支持你的人，他不会因为你一直跟他讲了很多好话，他就支持你。所以佛教来讲，对我来讲叫无言即美。其实有时候反而不讲话也是一种美。所以呢，我常常讲万象庄严的相貌，它可以度众生，可以让更多人引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到佛法。所以呢，我们这边以美为主。佛教造像是佛法艺术化的展现，其特征包括极尽之美的表现，以相表法的象征性及宗教仪轨的规范性，学习觉者之相的佛法意涵，礼敬诸佛菩萨的威德宝相，启发内心光明良善的心念与法喜自在，这是佛法艺术化的真义。时报新闻记者赖依荣桃园采访报道。生活化素食节，希望能够推广素食、健康与环保概念。以推广素食、健康、环保等概念的生活化素食节11月27号圆满落幕。这一次的活动是在台南龙崎文衡店举办，入场人次超过4000人，突破以往的纪录，场面人潮汹涌，相当壮观。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生活化素食节可以在文衡店第4次的举办。那我们的团队还是秉持了说吃素、救地球、环保。那我们的整个会场今天也算是非常成功，台南地区的好朋友他们都纷纷盛举的把这次的会场举办得非常好。那我们的节目也举办得不错，像石鼓，我们这次特地邀请到石鼓团队，他来跟我们赞助，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石鼓在南台湾，它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体。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他们。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团队也非常的用心，在这一次的会场蛮大的，感谢文衡店，它可以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会场，跟我们一切的赞助。那这些协助厂商，像全远素食跟礼善素食团队都可以一起来协助我们。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助人员与这些产品的人员，各主厨他的优良的产品，他的素食可以跟整个世界可以慢慢的结合。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国人可以多用素食来提倡我们的身体，那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那我们团队以后会更朝这个方向，跟主厨团队一起研究更好的主食团队甚至素食，来提供给全世界的国民一起来沿用这种东西。感谢大家，谢谢。举办生活化素食节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倡吃素救地球。时报新闻黄慧茹、许建义台南采访报道。结合近100家的素食小吃，让大众在悠扬的乐声中享用美食。生活化素食节聚集来自各地近100家的素食摊贩小吃，让民众感到十分惊讶，原来素食也可以这么不一样。同时舞台区也有许多的表演，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可以放松身心，聆听音乐或是观赏表演。现在生活化素食节它的除了说我们要推广素食以外，其实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来讲，为了环保，为了整个地球，那现在每个国家都在推广素食，像德国、澳大利亚、
像纽西兰，他们都在推广素食，所以我们是跟着世界同步在进行。那重点是我们的杀物、我们的动物，我们也不喜欢说去看他们被我们杀掉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去学习吃素，因为我们人体吃素对我们的体内是一个很好的作用，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吃肉食的东西。那因为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那希望这个都可以来学习的。感谢大家。生活化素食节策展团队发言人陈世坤表示，希望在未来每年都能够持续推动生活化素食节的活动，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努力，让素食环保的概念可以持续推动，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十方新闻黄慧茹、许建义台南采访报道。来自印度的生茄仙娜，希望能够为和平与和谐付诸行动。印度的真茄仙娜率众来台湾佛教寺院交流，由法官法师陪同并兼任中文翻译，自义兴寺甘露水禅室参访。我认识这个印度的拉达克的桑嘎森纳法师已经25、26年了，算老朋友了。那我本身当然是很赞叹他嘛，那以前有一些参学的日子，包括有去过他那边那他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上，他本来就是以国际禅修中心为核心就是法来讲的话，不管哪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禅修，就是回到对这个五蕴身心的关照唯有回到这个对五蕴身心的关照，然后去了知这个所谓的实相，五蕴它呈现的实相它共同的这个相共相，实相就是无常、苦、无我、空的。然后呢，当然我们对世间一切的现象就比较不会再去执取有我的，然后有很多想抓取的，喜欢的就想抓，不喜欢的就想要排拒喜欢不喜欢，所以这个是我们众生就是烦恼的这个习性的根源那我认识这位法师很久了，那前几年我比较没有时间陪他，那这次他刚好又来，那我就几天的时间陪他在高雄、花莲，然后也许上去台北。那我想他出家也很久了他已经是一位长老。那他除了国际禅修中心，就是希望带给有缘的人佛法，跟带领人家能够回到这个五蕴的关照，这个为核心。来自印度拉达克摩诃菩提国际禅修中心的真茄仙娜法师，真茄仙娜法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精神领袖及社会工作者，真正的在为世界和平与和谐付诸行动。透过禅修及社会服务，达到尽善尽美的极致。赞叹真茄仙娜法师在中印边界创办学校、医院，救济善行。他说这次很高兴来台湾参访。十方新闻王电台陈一上高雄采访报道。借由不同的媒材创作，呈现心中的意象山水。简品淑对水墨画的热爱与执着，促使他持续追求水墨画创新。2011年参与刘国松现代水墨研习班，致力实验多元媒材拓印技法，寻找多样性肌理墨纹作为构成画作的元素，再融合传统水墨精神，随类复形，透过细腻的意象整合，写出半抽象半具象、变化多端、气韵生动的山水景致，融合传统与现代，呈现大自然高山流水的水墨新风貌。因为酷爱壮丽、令人心旷神怡的山水景致，这一次展出的作品便以此为发想，创作山水主曲、雪韵序列等，借由不同媒材创作拓印的墨制水纹，不同样貌呈现。作品画面的构成基于传统精神，在白线墨纹中展现水墨风貌，呈现心中的意象山水。
每件作品都期望让人有如沉浸在浩瀚的大自然之中，忽而云海弥漫，忽而水汽磅礴，时时又回到静谧无声之境，变化莫测，留下深刻印象。在墨彩洋溢的挥洒中，开展多元化布局，并以传统水墨为基础，融合西化的色彩和技法，追求新意境及自我风格。时方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时方法界捐赠老和尚与小沙弥套书，希望能够和大众分享。十方法界弘法卫星电视台捐赠老和尚与小沙弥套书给高雄市立总图书馆与分馆，让高雄市民受惠。首先我们还是非常谢谢十方法界黄董这样子可以捐这个老和尚与小沙弥这样子的一个书给我们市立总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分馆哈。那这样子其实我刚才刚好有机会看到这个一些录制的那个过程哈。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创意的哈，因为其实佛法会让人家觉得有距离，是因为它太艰深。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脚本的设计，还有很可爱的角色扮演哈，然后可以把那些佛法用很浅显生动的例子介绍给市民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idea 是非常的棒的 idea 哈。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说也有这一套的丛书，那让我们纳入我们的馆藏。那未来我们也是鼓励市民朋友们哈，如果说您对佛法有兴趣，那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简单易懂的一些书籍的对话，然后帮助你们对佛法上的了解。好，也谢谢十方法界。高雄市总图书馆馆长潘正仪表示，透过老和尚与小沙弥的套书，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演绎佛教义理，可以让许多年轻人了解佛法。十方新闻黄慧茹、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接下来带您一起来了解新住民家庭的成长。新住民二代的学习能力与学业成绩，来自于身心健康与家庭经济状况等等，许多落后或不良的家庭社经地位高度相关。我觉得因为来这边上课的因缘很奇妙，因为这个班最主要是以新住民为主嘛，那当然校长的用意他是希望有台湾的人可以协助，然后我们就都进来了。那一开始其实读书对我们来讲基本上就是年纪有了，基本上对读书这件事情的那个需求原先没有那么强烈，那只是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说要陪他们一起来读书。那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高美一中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上课